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筍盤專家阿 Cat 啊，今日咧要同大家去睇錦上路站嘅人氣新盤柏龍。呢個新盤咧啱啱售樓，基本上1分鐘直達呢個 D 出口咧就係柏龍。我哋咧準備咧前往去感受一下呢個堪稱為鐵路沿線最大型嘅會所。呢度嘅會所咧佔地26萬平方尺啦，相當於4個足球場咁大嘅。咁有瑜伽室啦、籃球場啦、運動設施同埋50米戶外泳池，仲有閱讀室、燒烤場、兒童遊樂場啦。講到呢一度啦，大家係咪都想知道呢度嘅租金究竟要幾錢呢？一房戶型351尺，現時業主叫價呢就15,000蚊。而兩房戶型呢462尺，現時業主叫價17,000蚊。如果兩房加儲物室緊廚呢，就22,000。深受家庭客愛戴呢嘅4房套房戶型呢，就33,000起步。我哋下一條片呢，再同大家深入直擊呢個交樓標準啦，同埋呢個間隔啦、景觀究竟望啲乜嘅呢？如果鍾意嘅朋友呢，記住俾個心心支持下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